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宣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计共有18项措施，零到18岁逐个月领5000块，产假增加到12礼拜。司法部公布高铁地图，哔哩哔哩、爱奇艺、甲比摩4款中国 App 有治安的风险，高铁地图风险上悬。新竹县关西顶礼拜5宣布5月29进前户口伫关西会通领5000块，这2天有超过500多人甲户口前来关西。来看总统赖清德中昼11点半，甲副院团队向国人说明政府因应少子化甲人口结构的政策，宣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方案有18项措施，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总统赖清德伫5日控就职2周年的演说，先路讲要提出少子化的大礼包，今仔召开国安会议了后，公布包括5个方向、18项方案，亲像安心生养，阁有强调托育、教育补贴、友善工课场甲居住减压等等。除了0到18岁，逐个月津贴5000块，嘛要来延长婚假、产假甲陪产假，互到港澳愈侪时间会当来陪伴家庭。针对产假、陪产假造成企业成本的增加，政府嘛会编预算来补贴。来看少子化危机是个继续在探索。总统赖清德提出新人口对策，立法院嘛长的审查，若要提出台湾未来户头草案。卫生福利部部长赵宗良是强调讲，政府的成长津贴甲未来户头无同，是要来减少好野甲产值愈差愈侪的问题。今仔调研针对未来户头的规划，嘛有真侪讨论。小资女化的问题，即马是火烧白白毛。即马生育率遮尔低，总统赖清德正式公布人口对策新战略。同一时间，立法院卫权委员会当咧审查南北提案的台湾未来口罩的草案。卫福部长赵宗良强调，0到18岁每一个月领5000块的成长津贴是甲在野党的未来口罩无共。要有将家己的钱欠落去口罩这款设计，就是希望莫有好野善的争差愈来愈大。设计上呢，会比较倾向于对于这个全民是均等，扩大贫富差距，而且确保呢应该说照顾者或者是家长在养育孩子当中会得到一定的家庭的经济支持。南北草案内容是希望互0到12岁囡仔伫咧口罩设立到1条5万块的现金，所以来政府每一档阁会寄1万块入去口罩。这基金的投资追踪台股的大盘，若是家长无另外阁拨钱入去，囡仔到18岁至少会使领33万9。毋过，立院立委认为，台湾未来口罩的设计这规划，可能会因为家长好野善食，伫咧无形当中，就互囡仔一开始会争差愈来愈大。18年后呢，存好存满的富裕孩子，跟仅能依靠政府贴补的弱势孩子，光本金差距就高达180万，再加上18年的投资复利成长的话，所以若那个资产的落差甚至会扩大到250万，甚至到300万以上。国委员又说，自提是个人财富的规划，大家本来就可以按照自己资产状况来提，所以自提不是原罪。那我现在觉得是不是我们就送保留？国民党立委陈金辉批评，政府的小资女化的大礼包实在是伤晚到了。今年甲今每一个月生育率甲去年同期比起来，拢差不多落差2成。到底催生政策应该大先考虑家长即马饲囝压力，还是透过长线欠钱甲投资的策略，替后一代来累积资产？调研的立委即马爱阁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早起审查7800亿的军购特别预算，头一档是编88亿外，调研达成共识，提减200万，预算按40分钟内就审查通过了。另外，美国涉停咱台湾的日头嘛愈来愈大。美国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公布2027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提供上济10亿的美金来援助台湾。国防部长郭立雄是表示感谢，嘛讲台美会共同来讨论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
深更暝时，非官台兵准备驶战机升空保护领空，地面有陆军部队战备精巡，大海前线有海军官兵监控降落的一举一动。面对强军连续出动了扰台，国防部日前释出最新影片，展示陆海空三军反制强军威胁，用行动守护家园。另外一方面，立法院嘛当咧审查7800亿的军购特别预算，要提升国军战力。不过在野提出的真济专案报告，和调也是差袂煞。经过协商了后，改做提出书面报告，还是遵照办理。一天到晚排你的专案报告，我其他案子都不用排啦。也没那么严重了。这个我们专案那个解冻的，一排就排20个、30个解冻案，一起排就一次解决了。针对7800亿的军购特别预算，分做7档编列。头一年88亿拿也提案要提相关业务费，调也达成共识，提200万，同意和国防部科务自行调整，嘛，预算案顺利在40分钟内就完成审查。这是朝野共识，就间隔200万，就这样子。那国防部也不反对，因为3天的幅度很少。目前来看起来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这样的话，至少在军购的部分，然后一些基本的这些建设、基础的建设上都已经完善。我们可以科目进行调整，我想应该还可以。那美国这方面是大出手要来消停。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伫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内底针对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相关12亿美金来援助台湾。国立部长对此是表达感谢。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另外，国军6月初会伫中南部各地进行几项实弹射击，包括雷霆操演、天雷操演、天马操演。要伫同一个时间，这片反定了作战，防范强军登陆各区的红色海沙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早起有民间团体去民进党的中央党部抗议因是不满赖总统2024年选举的时，讲要去13万户的社会主体，这个政策跳票。因佮讲有风声讲内政部拍算要甲13万户改做4万户，因无法度接受。我的诉求就是讲，希望赖总统应该爱照伊选举前的承诺来兴建新增加的13万户的社会主体。第二就是讲，那政策有要做安尼的调整，应该爱开主体的国事会议，大家来探讨。包括讲你即马要转迄个包租代管的即个制度，即个包租代管有啥问题爱去克服，爱去解决，较袂变成弱势的摆脱。即个部分其实大家爱讨论。民间团体表示讲，内政部要甲社会主体目标对13万户降到4万户，拢无甲公众来讨论。即卖厝价是愈来愈悬，社会主体对弱势的族群来讲是真重要，伊是呼吁总统得爱落实伊的政见。再来看，屏东县议长周典伦涉伫2023年总统大选连署的时，摕500万替各台民买连署书。高雄高分院经一审，今仔日是以违反选罢法，判周典伦3档4个月有期徒刑，提夺公款5档，并可罚金150万。那我们现在就是做现场做施政报告。出席议会主持县政府施政总报告，议长周典伦表情看起来有淡薄仔无奈，因为伊被控伫2023年总统连署期间涉嫌用钱替各台民买连署书，高雄高分院经一审宣判，依照违反政府总统选罢法，判周典伦3年4个月徒刑，提夺公款5年，并可罚金150万，不过会当上诉。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在支出的必要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2023年总统连署期间，国民党籍的屏东县议员，嘛是议长的周典伦，涉嫌为着协助郭台铭达到参选资格，提500万予得州镇长周品全，用亲像鸟鼠会方式找人连署。屏东法院审理了后，认定周典伦是地方议长选用钱介入总统连署，影响制度公平，一审重判4年。高分院认为只有买4份连署书，二审判3年2个月。周典伦不服上诉，而且经一审改判3年4个月。很不满意，对，谢谢。当然，对于这次判决，我们是非常遗憾。那我们会跟律师研议后再上诉。周典伦进前强调，伊有明确交代，这条钱是推动连署的工作人员费用，毋是予连署人。专案伊只有甲周品全接触，否认有违反选罢法的犯意。因查某囝周文金针对判决内容认为非常遗憾，会和律师讨论了后，佮提出上诉。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
11月特别选举咯，中选会主委游盈良今仔表示讲，已经做好准备哦，包括针对境外势力的干扰，因为今年度的媒体宣传的费用780万，拢互立法院抬掉。主委嘛讲会阁继续甲立委来沟通，望讲吼卖全部拢抬掉。之前立法有提案要推动平行立法，年底公投白大选敢会负咧？游盈良是强调讲，只要立法院通过的公投，中选会原则上会通过。我上任不到1个月，已经瘦了2、3公斤。就任了后头一摆备询，中选会主委游盈良面对年底9合1的选举，表示已经准备好啊。面对国民党立委洪明凯等等52人提出的变形立法公投案，是毋是有法度伫咧年底甲大选白做伙呢？游盈良的回应已经密切注意。变形公投，这是一个酝酿中的一个公投提案，这就好比一个形成中的热带气旋一样。如果我们在立法院通过了这样子的公投的议案，请问中选会会否决吗？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是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原来中国介入选举是真严重，游盈良就讲已经是定看的代志，毋是变数。为着预防选举，互境外势力威胁破坏，强调会甲国安系统各单位合作应用。现在很多 AI 的影片扰乱选举秩序，那我们要如何因应？就身为影音的部分那如果说有因为告诉告发，或是说检察机关他主动侦办，那经这个刑事局或是调查局鉴识为身为影音，那并且成案的话，他们也会通报这些网络平台业者来做一个下架。我们如果从发现、查证、澄清到移送到要求平台下架，可能选举已经过了。不过，在今年度的媒体宣传会当中，去互立委王凤美质疑，过去拢集中伫单一的媒体，所以提案的780万媒体宣传费全部裁减。游盈良就讲会积极沟通。我们总数也不过700-800万，很少的这个媒体宣传费。后来中选会来跟我沟通，他说因为今年有9合1的大选。而且预计也会有公投那么而且他们也会更正改正过去过度集中单一媒体的一个状况。我也希望中选会要说到做到。王凤美就讲，已经为原底提案减列780万，修正做减列78万，直接减一个0。游盈良就讲到，中选会虽然人较少，代志真多，权力嘛较细，不过负责的是重要的事务，会努力拍拼，甲专业的工作做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股，今仔是开悬走悬，早盘大起要1200点上悬是起到44818点，嘛个创历史新高。收盘是起731点指数是收伫44256点。今仔联发科、台达电拢起甲真棒，台积电今仔上悬嘛起到2330块。因为美国的标普500甲费半指数拢创历史的新高，其中费半是起超过5%，嘛带动 AI 甲半导体概念股嘛拢大起。今仔台股半导体宽价股嘛拢表现了真强，台积电是起2%外，联发科是起甲真棒 ，AI 供应链是拢大起，指数嘛突破44000外点佮创历史新高。该看人工智慧晶片大厂回答，今仔是伫台湾的新总部移定地台北树林科技园区开完工大会。黄立辉是表示讲，台湾的总部按算讲年尾会动工，2030年会正式来启用。台北市长蒋万安嘛有出席，马上台北市的起手时来代表讲，台北已经是回答的出路。回答台湾完工大会，27透早伫台北北树科起稿。大会开场影片放送回答估计，佮发表各项的 AI 技术。黄金凤入场的时，完工时欢喜化休。另外，伊也公开台湾总部建筑物外形的设计。Our building is designed to be completely transparent. I also hate elevators. Companies, the buildings were designed in Silicon Valley. Doesn't make sense. If you fly over Silicon Valley, if you fly over most companies, you will see parking lots all around the building. 黄金凤强调，台湾总部建筑物会设计做全透明，用大量的强化玻璃来起。按算今年年底动工，2030年就起好启用。伊也重新强调 ，AI 要发展，就要使用更较侪能源。Taiwan is definitely growing, and one thing that I've said several times,
and I'll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say it now, Mayor. We could use more energy in Taiwan.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来到回答台湾员工大会，上台北市的首席做礼物，代表台北是回答的家。Taipei is becoming NVIDIA's new home. We also believe NVIDIA will help unlock the next era of AI innovation here in Taipei. Where is the door? 蒋万安表示，回答员工大会代表台北行向世界发展 AI 的起点，毋望回答会当亲像伊送的对联的意思，通大发挥出头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铁哦，昨是传出讲有乘客破坏车厢，一个22岁查某乘客坐区间车，伫我32站的时，雄用放伫车厢内底，紧急拍破窗仔钢推仔哦，弄撞破车窗。伫东螺站落车绕跑，铁路警察是随抓到这个乘客，伊讲哦，伊是因为心情真歹才安尼做，台铁依法要求赔偿，嘛甲伊移送法办。我火车座位的柜底窗仔。玻璃红国家脆糊糊，其他乘客也带一条。台铁传出旅客挑工破坏车厢的事件，这帮223处上北的区间车，伫2日暗时6点多，准备入去苗栗32站的时，车顶一位22岁姓陈的女乘客，有向甲车窗讲互破。陈女称心情不佳，原手持紧急破窗锤破坏车窗玻璃。全案调查后，依刑罚毁损罪嫌侦办。看到民众指出，这帮列车始终是伫32站让上北的快车先行。不过，这位姓陈的女乘客亲像是情绪无稳定，伊甲车厢内底车窗的钢推仔掰开，倒直伫钢窗仔，后边的乘客真惊吓。这位女性发现了后，也随伫后一站东螺落车逃走。在车长发现了后，也经向铁路警察局报案，警方追查到这位女性，该依法上班，代替也要向伊讨赔偿。有紧急状况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够使用。我们警察做完了相关的笔录之后，会把它移送给铁道局裁罚。损害赔偿的部分就是由我们来求偿。代替表示，车窗的钢推仔是行车安全设施之一。这位女性的行为，毋但涉嫌犯刑法的毁损罪，也违反铁路法的规定，依法会当罚5万，也会担车窗的赔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食毒塞车违规哦是愈来愈严重，除了拍算要修法来加重刑责，有毒物专家嘛指出讲，目前的毒品检验哦已经无法度来应付新型毒品的变化，所以应该爱检讨。卫生法律部部长赵宗良嘛表示讲，已经有请小数找专家来讨论，看安怎来修正。警察车追列车大响，半路甲车走落来。这边不能走。红走落来，大车头驾驶弄伫管制路段，面对警方的调查，伊的目是紧张，原来是食毒塞车。你安尼是安非他命。涉案40岁生地男子早就有食毒的记录，二是暗时11点外上班塞拖车要去地磅站的路宁，行对新北市设置违规防处地，结果高方发现讲伊有食毒。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函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过来，食毒塞车案件不断，尤其是新北市甲彰化，阁有发生严重的死伤车祸。毋但刑法的相关修法引起各界关注，今嘛有毒物专家指出，目前的毒品检测制度真紧就会对袂到新型毒品的变化。台大化学科研究所所长王德义以伊托米制剂咧半衰期非常低，干那2-3点钟。照现行的检验方式，食毒的人只要拖时间检测结果，就有可能会当对阳性转做阴性。要有法度分辨出敢是食毒，就要降低法定标准，就是判断的上低浓度标准，嘛要提升检验的灵敏度。过去定的这个检验标准是基于当时候的检验能力所定出的检验标准。那当然与时俱进，也应该适时的去检讨修订所以我也已经请这个食药署再找专家，那么参考现行的这个检验工具，那么看看是不是需要重新去 refine。卫生部部长赵宗良表示，新型毒品制定换新检验方式一定要对得到，已经请食药署甲专家讨论，看现行的检验工具，敢是爱来检讨修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暗晡伫高雄阿叻，有一个查甫人去大卖场抢2支草克啊，沿路乌白不落，甲伫路边的饮料店，甲人不着伤哦，人就浪降咯。警方是伫公山抓着人，警方嘛表示讲，这78年厝的查甫人有毒品的前科，会以杀人未遂、恐吓等罪，甲伊上班。
26日晚5點外，高雄阿蓮中孝路一間飲料店頭前，地無愛查甫人當咧買涼氣，聽到有人喊甲大細聲，隨滑頭看，所看到一個剃白頭的查甫人，雙手提草雞啊烏白噗，伊驚一個趕緊舉手起來動，手去互噗着傷，加在無生命危險。不知個這個舉刀的查甫人剃白起來隨人講，剛好就走出去，哎呦，怎麼有拿2個大鐮刀？哦，大概多大？你比一下。長的那種大鐮刀，彎的鐮刀。哎，不是香蕉刀哦。鐮刀吼，條揮舞啊，條揮舞，啊了後，警察就人就通過，警察就約啊，啊約就無。啊，有空，伊是空冤家還是安怎嘛？唔知可能隨機款。代志發生的時，拄好是食飯時間，街仔路真濟人攏有看到。民眾講檢官是先去大賣場搶走2支草雞仔，過程中甲店員發生衝突，佮舉刀撲人的收銀機，甲1.2車刀。警方接到通報，隨擴大追查，一直到暗時8點外才佇咧公山掠着人。警方表示，嫌犯78年厝有毒品前科，初步快篩結果無驗出毒品反應。柳橋西路某超市前發現該名犯嫌。隨即帶反所調查偵辦，全案依殺人未遂、竊盜、恐嚇公眾危安及毀損等罪嫌，移送台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偵辦，並建請羈押。警方表示，嫌犯情緒無穩定，對公山走來阿蓮搶刀啊，甲人撲着傷，佫騎鐵馬登去公山，加在無出現其他受害者。現在也將按照殺人未遂、竊盜、毀損等罪，移送羈押頭地檢署偵辦。記者郭家祖、邱超陽、高雄場報道。這幾天哦，天氣是真燒熱，各地哦嘛出現37度以上的高溫。嚴格氣象署是表示講，今年第6號風颱像比早起8點哦已經形成咯。雖然是未直接影響台灣，嚴格伫後禮拜1到拜2是上晚近台灣。受到風颱外圍環流影響，北部跟東北部會開始落陣雨。禮拜開始，北海岸甲東部咪出現大雨。日七早起8點。菲律賓東邊太平洋的海面上，今年第6號風颱像密已經形成，目前是輕度的風颱。氣象署表示，對台灣的影響主要是外圍的環流。風颱伫6月初1上晚台灣，受風颱外圍分下的影響，後禮拜1到拜2，北部甲東北部會落陣雨。禮拜開始，北海岸甲東半部也會有大雨。这个台风它未来预計會先朝西北方向移動，來到琉球南方海面之後，開始逐漸北轉。所以可以看到，大概在6月1號前後，台風預計會來到相對離台灣比較接近的一個位置，但預計在後期它就會北轉之後，再往東北轉向，離我們遠離台灣。氣象署表示，拜3到拜4天氣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這2天要的是真燒熱。東南部可能也會有火燒風，到拜5天氣才會有轉變。明天北部地區晚上就有機會降雨幾率稍稍的增高，開始有一些短暫性的降雨出現。而在後天，也就是禮拜5，中部以北、東北部地區白天就會有一些短暫陣雨或雷雨的一些情形。而中南部地區整體來說，上午可能還是比較高溫炎熱的天氣，但中午過後就容易出現午後雷陣雨。氣象署指出，離到全台各地可能攏會落陣雨，30中南部甲山區可能會有西北雨。啊，若這2天佇金門甲馬祖可能會有濃霧，也是低雲，提醒民眾愛注意。記者郭友基、林曉凱台北報道。來看中國阿里巴巴推出的高鐵地圖，最近有真濟討論。咱國的數發部伫4月就指出講，高鐵地圖有治安的風險，所以禁止公務機關來使用。今仔是閣再針對高鐵地圖，嗶哩嗶哩閣愛記的閣比模來提出治安的警告。也民眾盡量都唔通使用，避免個資定位甲敏感的資訊外流。最近在網絡有真濟使用者在分享甲討論高鐵地圖，伊毋但通規劃路線，閣通預測測樣燈的時間，也會顯示3D 的街路景致等等。這個手機 App 是中國的高鐵軟體公司開發的，屬佇阿里巴巴集團下底。咱所發布第2次發布治安檢測結果，發現高鐵地圖會使用甲主要功能無關係的隱私權限，會讀取信用卡資料、健康記錄，抑閣有營務資訊等等。App 就準講無開利用嘛，繼續傳資料予中國的伺服器，攏總是有這一項風險。信用卡資訊被截取了，可能就會被盜刷。高德地圖呢，基本上也會在背景呢持續的來收集、讀取影音，
还有即时影像以及麦克风的权限。好，这等于说呢，如果今天呢我们在一场重要的商业会议，好，有可能我们的商业的机密可能就会被窃取。好，那如果我们平常跟家人在闲话家常的时候呢，我们个人的隐私也有可能被侧录。司法部指出，高铁地图有情报收集、监控，也有治安渗透等的国家安全风险。大众定得使用的哔哩哔哩、爱奇艺，也有比毛三个软体，也发现普遍拢有受伤的问题。根据资通安全管理法，咱嘛禁止公务机关使用中国 App。司法部嘛建议民众在下载 App 的时，详细看文书款证册，嘛要在正式合法的商店下载，避免用到来路不明的 App。因为有一些 Android 的 App， 你不需要在商店下载。你只要是附档名字的 APK 就可以去下载安装。那这些可能是来路不明的一些 APP 的软体。那下载之后你删除掉，它还有没有一些后门程式留着？这个不确定。司法部嘛提醒民众，在移除有记录的中国 App 了后，应当爱重新开机，交留伫咧手机记忆体内底的停息清掉。若后续敢会禁止民众使用高铁地图。司法部指出，会由各事业主管机关分别去讨论，敢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再来做决定。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这个前总统哈维尔创办的公园2000论坛，今年是头一届办伫亚洲，今仔伫台北举办哦。外交部长林佳龙伫开幕致辞的时是强调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关键的利益，台湾坚定抵抗威权压力。另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甲日本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将是伫四方安全对话会谈，伊嘛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前日总统夏威夷创办，要邀请咱前总统蔡英文发表演说的公园2000论坛，今年头一届办伫亚洲，头一站27伫台湾起过，重点讨论印太地区的民主也所必。外交部长林佳龙受邀请伫开幕致辞的时讲，台海和平是全世界的关键利益，台湾也坚定抵抗威权压力。Peac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s a local or regional issue. It's a global imperative. Any conflict or disruption here would be catastrophic for global economy. By standing firm against authoritarian pressure, Taiwan is defending the maritime highway that expedites global commerce and sustains the entire Indo-Pacific. 林佳龙重新强调，台湾希望继续甲理念相倚的国家合作，指挥面对经济、供应链、网络甲国防安全等等议题。参与会议的国安会副秘书长林辉环表示，面对威权主义愈来愈大尾，民主国家应该提出共同的战略。Nowadays environment, if we don't have a common strategy to against or to push back the certain narrative from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s. We will be tear apart. 因那传习会了后，美国国务卿罗比奥甲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二日伫四方安全对话场边举行会谈，除了讲到川普访问中国了后的情势，美国甲日本也搁再确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伊朗的官方宣布讲，会偷偷开放长达88天全国的网络。外界估计哦，这届封锁网络，伊朗一日至少负担4000万美金的经济损失。也毋过哦，目前中东的局势嘛是个真紧张哦。伊朗是指控讲美军又搁违反停火协议发动空袭，也毋过哦，美国是强调讲这是防御性的行动。伊朗甲全国的网络切断88天了后，德黑兰当局宣布要偷偷开放网络。这届总共经过2000过93点钟，甲国际拢失去联络。毋但互海外伊朗人无法度甲厝内底亲人保持联络，嘛互伊朗的经济损失惨重。外界估计每一天的经济损失高达3000万到4000万美金，互真侪靠网络生活的大头、电商，也佮有自由工作者。拢艰苦这挂。درصد جنبه مثبت داره خب به هر حال الان بازار کارهای مجازی هم خیلی تشنه بازگشت به روال سابقشونه خیلی جنبه مثبتیه این ولی به هر حال اون در نهایت مجازات قطعا به نفع ما میشه ولی تنها مشکلی که داره این فیلترینگ است اگه بتونن یه راه حل خوب و درستی واسه این قضیه ارائه بدن واقعا مشکل خیلی‌ها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是伫咧社群平台顶悬铺文，批评美国的主流媒体。川普口说，就算讲伊朗全面投降，军队的白旗架悬悬，
美国得到压倒性的胜利，媒体嘛是会甲代志讲做，伊朗赢美国。赢甲足水气的。另外，伊朗指控讲美军去拍荷马珠海峡附近的目标，违反停火协议。伊朗革命卫队警告，若准美国阁要继续安尼死，伊朗会展开报复行动，互原本就已经非常脆弱的停火谈判，即马阁出现变数。若美国是驳回这空袭行动是防御性的行动，目标是伊朗飞弹的基地，也有涉嫌报水类的船只。美国国务卿罗比奥表示，美伊双方距离初步达成协议，也阁爱几啊天的时间。双方目前就延长停火，重新开放荷马珠海峡。伊朗核计划代志继续吹潮。若伊朗是拍拼争取，想要将240亿美金海外资产改动这件代志写入去备忘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6伫联合国表示，中国支持巴基斯坦等等的国家继续参详，嘛支持美伊双方继续吹潮。嘛讲中东的问题是年久过深叠出来，毋过若是有通谈判，就会使向前行一步，加一个和平的希望，减少一寡平民的伤亡。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再来看美国位伫华盛顿州一间生产包装甲纸箱仔的纸浆工厂化学槽爆炸崩起哦，造成1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目前是阁有几个员工失踪。发生公园以外，这场工厂伫咧华盛顿州外奥勒冈州边界的朗维尤，是日本做纸集团下骹的迪维纳包装公司，负责生产牛奶等等液体、纸盒、包装材料的产品。At approximately 7:15, emergency responders were dispatched to the following rupture of a tank containing white liquor at the facility. Multiple agencies from across the region responded immediately and continue to operate on scene. The incident is stable, but is in recovery phase. Recovery efforts remain underway at the facility. 为在地媒体拍到的空袭的相片，会当看到破去的储存槽顶头出现真大壁唇，而且阁呛白烟，像是储存槽规个凹落去。在地媒体就指出，这个储存槽内底藏的是强烈腐蚀性的白液，是做纸浆重要的原料，对人类的皮肤、呼吸系统会造成真严重的危害。根据媒体报道，受伤的员工甲消防员，有的是烧烫伤，有的是属于吸入性伤害。There were multiple critical injuries, and patients were transported to hospitals in Longview and throughout the Vancouver-Portland area. At this time, there are also individuals who remain unaccounted for as crews recover and continue the recovery and accountability operations. 不过，华盛顿州的生态环保部门就指出，有毒的液体外泄的范围，敢若伫咧厂区内底，含工业废水的排水系统内底，对厂区外口的民众无明显的威胁，所以无发布撤离的指令。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等等媒体报道，这间有日本商业公司投资的工厂，过去的公安记录无啥好，搁要伫咧2023年发生火烧。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过来消息来看，位伫台中市西区的爱丽丝国际大饭店最近关门了。有民众是指控讲，预订40间房间，已经付33000块的定金结果饭店关门，嘛无人出面来处理，这根本就是诈欺。伫咧台中市西区的爱丽丝国际大饭店，去互做旅行社的业者指控讲，3月中要甲饭店的业务订40间房间，而且纳33000的定金。结果5月接到饭店的通知，因为饭店欠薪水佮贷款，无纳电钱互台电断电，廿三无法度互因带，批评讲因是挑意购被港骗。这是恶意诈欺嘛？业务跟我讲说，他已经2-3个月都没有领到薪水了，然后公司也欠了很多厂商货款，然后连台电都没缴钱，所以他们都知道说要被断电这件事情，你怎么还会来跟我催收定金呢？爱丽丝国际大饭店2019年开幕，是4000级的饭店。官方网站还有面册口罩，目前拢无对外说明营运的状况。卖厝中人就表示，饭店的定位是要互较有钱的人住的，限缩发展的空间。技术是因为资金的周转出问题。他就是说我是顶级大饭店，我就是陆客不接啦。公安坦白讲啦，学生坦白讲，你接散客怎么接？这边散客很少。日一透早，饭店外口嘛有真侪合作的厂商要来甲物件客转去，毋过拢找无人。台中市管理局就强调，接到通报了后，已经去稽查，毋过饭店无营业，已经请业者依照旅馆业管理规则申请暂停营业备查，若无就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罚相关5万块的罚款，佮甲旅馆的登记证废掉。倘业者暂停营业1个月以上未报观旅局备查，将依《放光条例》第55条规定，
采处新台币1万以上5万以下罚锾，并得废止旅馆登记证。提供给劳方各项失业给付、就业服务、法律咨询以及法律扶助等等的相关资讯，来协助劳工透过相关的救济管道来争取应有的权益。劳工局就讲，已经收到22个饭店的员工申请劳资争议调解，不过因为资方拢无要见面等等因素，无成立。煞尾会协助提供救济管道、失业补助，还有找头路的资讯给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县关西顶礼拜5通过进行发展自治条例，要发5000块给民众哦。5月29进前户口设伫关西龙塘岭。也毋过，所发现讲，这2天就有超过500外的人甲户口迁来关西，户政事务所的人员哦，最近逐日拢爱加班。透早关西户政事务所内底拢是人，新竹县关西顶礼拜5通过自治条例，要发5000块给镇民，而且只要伫5月29进前户口设伫关西的民众，拢有资格通好领。消息传出来了后，连日起未少人甲户口刷来关西。在关西买房子啊？哦，就刚好趁这段时间。对，刚好现在刚好是要办户籍的时候。哦，这刚好可以也可以赚这5000块，就对了。还会买新房子，所以全部人都搬出去了。搬出去。对。OK， 那现在就搬回来了。对。根据统计，拜1到拜2这2天，都500外人来办理刷户口的作业，有户政单位同仁，逐天加班，爱加到暗时8点。星期一大概230几，然后到昨天大概就超过280几了。平常正常5点下班，然后这几天可能加班到晚上大概8点多。人口数。在代表会议决之前呢，我们是26030多位哈。那经过这2天的民众的配合呢，那目前增加到26500多哈。那我们的预算部分呢是预估编到27000人的预算，我们足够去适应这个部分。所以说，未来3天以目前的进度来讲的话，有可能达到27000人。关西镇长讲有编27000人的议程，到拜5最后2天进前，相信刷户口的人会愈来愈多。上近关西人伫今年8月第当领到这5000块。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高雄的寿山动物园哦，卖点心的店，有民众发现讲内底的冰淇淋机哦是中国进口的。动物园是表示讲，合约即规定讲会牵涉到治安的设备哦，是袂当使用中国的机械，其他就无法度限制咯。也毋过会来要求店家就爱改用繁体字。甲配料拣好好，甲钱落入去，无偌久，贩卖机就甲冰做好啊。毋过详细看，贩卖机顶头标示的却是简体中文，语音嘛是中国的口音。游客前几工啊，伫咧高雄寿山动物园停车场的贩卖部看到这台贩卖机，感觉无啥妥当，民众的看法嘛无共。台湾是用繁体，但是不可能是完全禁止。我们还是习惯看繁体字啊。简体字有些也看不懂，网络上也是蛮多那种简体字啊。对，有时候购物也是会买到一些说是对岸的东西。目前贩卖机外部的标示已经换做繁体中文版本，内部阁有标示还未换新。动物园就表示，停车场贩卖部是某外口的厂商来经营的，已经要求改进。合约里面我们都有明定，就是那个不能有中国字的产品的资讯产品。那我们在相关像例如说这些不是属于资讯产品的话，那我们也都会请厂商就是要用繁体中文的方式，就是用我们中文的方式来呈现。那我们人员也都会定期来巡视来检查。动物园27透早搁再巡视现场的设备，中国做的机器除了卖冰的贩卖机，还有几若台移动游乐设备的说明文字，嘛是简体中文。它可能没有更正到部分，那这部分发现之后，那我们也会立即来做处理。中国做的贩卖机，还有佚佗的机器，甲治安无虾米直接，并无规矩。不过标示是引发争议。动物园就表示会派人定期巡视，若是发现无适当的呈现方式，就会请厂商积极换新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2天哦，因为温度的变化真大，佮加上风台，所以山野的产量是较少。今年哦，山野大出产量是有16万吨哦，比去年增加约7%。即马农业部已经推出山野的加工哦，要来稳定价销，嘛，互有企业会当来订，嘛会来增加通路。
这红鸡香港讲的爱文山啊，咱台湾话嘛叫做是捧果山，即马开始要卖咯。屏东的山啊，自5月底开始采收，若6月中旬，台南的山啊嘛要开始收成啊。今年风调雨顺，山啊收成比去年增加6%。若产量增加，农业部即马就要拼势落去宣传，甲通路做伙合作。我们不能跟这个台风年来做相比较，那我们就跟正常年一样，而且我们这几年在冷链系统的建制上面比以往更加成熟，我们的价格会平稳的。食山啊，佮变大切票，即马工厂拢家己切便便啊啦。另外过去拢是用土山啊来生山啊青，今年是改用较无遐够分的金红山来生，安尼食起来较袂遐尔酸。若今年山啊大出，果菜合作社嘛提早布局。锁定企业的订单，农民是怕说量多的话，就会造成那个价跌嘛。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积极在帮辅导农民，就做一些团购嘛哈，还有一些直销，还有外销。虽然欢乐外销啦，欢乐讲这外销不如预期啊呢。哎，这是欢乐。国内改良种的山啊，种13000外价，台南种上最占台湾的一半。香港讲的爱文山是占第一，果子大粒保签位的金峰山是排第二。即马当要开始大出，果菜合作社联合社表示，外销甲果菜市场即马价销拢维持了袂歹，也无看到落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民间乡的焚化炉案哦，搁在进行第2届关环评范围界定的第6届延伸会议，连续要开2天。自救会是质疑讲环评的内容有真侪问题哦，那会选伫地下区的边仔要起焚化炉咧。自救会佮指出讲，水利署已经表示讲无同意水洪道路来假做是焚化炉的联络道路，所以明明无路，县政府选硬要设焚化炉。也毋过，县政府是回应讲，环评甲道路的开发无啥关系，嘛是依照程序来进行相关的流程。自救会摕到7号米干扰会议的进行，要求直接讨论替代方案。南投县政府拜三搁再举办民间焚化炉第6摆的环评会议。自救会不满逐届开会拢开2天，一直无法度讨论重点，嘛跳去会议桌啊表达抗议。自会议进前，自救会自会议外口表达诉求，认为拍算起焚化炉才会另外道路，一条是水洪道路，袂当当作大路；另外一条正矮，嘛无适合予大型的粪扫车进出，无路就袂当起焚化炉。毋过南投县政府是回应讲，等环评了，袂当做拓宽道路的工程。经济部拢甲咱回应讲，这路袂使讲做这焚化炉。要行这既定道路，这个防汛道路还是水防道路，袂使讲做继承道路。既然袂使，安尼你就无路通行。水利署嘛，明确表达讲，应该当环评结束了，再来做相关拓宽的工程。然后环保局呢也会依循这个水利署的意见，阮会来进行环评的审查。但其实环评的审查跟道路其实是2回代志吼。环保局嘛承诺，所有的替代方案，阮拢会纳入评估吼，所以无这个无讨论的问题。另外，拜二嘛有立委认为，县府是开发单位，嘛是办环评的政府机关，有救援兼裁判的问题。针对这个部分，县府的回应讲，因是依法来进行，拢是公平、公正、公开，会当接受各界的检验。记者安秀南投报道。有一对东方白鹳伫云林流水溪边仔的高压电塔遭受生炭，有3只幼鸟啊是出现伫海口在找食食咯。有民众是发现讲哦，附近有真侪流浪狗啊，反正讲这细只白鹳会互食去。云林县的防疫所嘛表示讲，已经有请农民来协助来掠流浪狗啊。东方白鹳天上小飞加加伫落水溪溪吹找食，一对东方白鹳成功伫落水溪溪墘的高压电塔做收请鸟仔。近日3只幼鸟开始学飞找食，虽然伊的爸母伫边仔走咧，毋过嘛有真侪龙洞狗伫边仔金上。跟妈妈爸爸一起在觅食，此地的野果呢特别的多，差不多我拍摄有差不多10几只每天早上他们都会去追一些鸟类，为了要吃一些鸟蛋啊。卖鸟爱鸟的人士表示，虽然最近东方白鹳幼鸟离收，不过真侪爱鸟的人士嘛是继续走伫遐翕相。反讲龙洞狗同款嘛会伫落水溪溪喙乱踅，鸟友希望透过保育团体民代为小白鹳清明，互因稳心啊生活。当地让田的用工作，那目前
截至目前为止，那当地的浪犬捕捉工作已过6次，那全数进行安置。当遇到流浪狗，不要去喂食；那遇到犬猫，也不要去喂食哈。所以其实大家都必须要努力来共同守护这一个白鹳的生活。黄业所表示，目前已经向邮报人啊登录动到当地保育协会讲，为着要让东方白鹳会当顺利伫落水溪溪水稳心啊大，那月嘛会举办台日东方白鹳保育共生交流会，希望透过日方的相关经验，甲各界单位检讨未来爱安怎保育共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去年的5月，新北市三甲有一个78岁阿伯伫学校门口车祸哦，佮造成4个人死亡，12个人重伤。老大人赛车的问题嘛引起真侪关心。公路局是表示讲，5月31开始，满70岁就要定期换驾照，75岁以上哦，佮爱做临时工人的测试，也是讲提供无失地的证明，3档换一届驾照。新北市三甲北在高速头前78岁姓叶老先生赛车高速冲浪放火真群，情死42伤。甲即满1年，2个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公布调查报告，结果点出驾驶操作状况包含：当向角度控制时阵，油门甲档啊踏帮，路的路头无法度适度控制顶，也提醒事发迄时阵，公路局针对非职业驾驶人个人换照体检规范无明确定定，赛车相关身心状况甲疾病评估项目，也无提供驾驶适应性医学评估指引，和体检医师来参考。目前只有评估癫痫、失智及眼疾，但是呢，我们也比较了包括英国、澳洲，它已经对于这些疾病的评估项目，它这2个国家均都有20几项的评估项目。5月31开始实施个人换照限制，重点包含个人驾驶人定期换照年岁，由75岁修正到70岁，为70岁开始爱体格检查合格，佮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将换驾照75岁以上，爱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无重度以上失智症证明文件，每满3年换一摆。整各方医学专业协会的意见，我们加入了这个驾驶人自我声明。有8个这一个事项，提供给医生来做一个参考。交通部强调，体检部分75岁以上增加8项自我声明，检视是毋是有头型爱困、昏倒、糖尿病、高血压等状况，或者是慢性病。佮由体检医师提供综合建议，认知功能测试，维持时间空间的正确认知，最近记忆、思考能力、判断力甲手脑平衡能力3项。关怀一些指引的部分，交通部以前就有出过一份了，都会这个寄给这个长辈甚至家人，就是说，你要注意家人是不是有这些相关的情况啊？我们那一份指引是并着就是说，这个鼓励自动缴回驾照。交通部说明，70岁换照限制有2年缓冲期，75岁有3年缓冲期。偏乡地区会提供一站式服务，体检讲习甲换照流程一摆完成，降低换照的成本。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作家杨松主的台湾漫游录得到大奖哦，引起轰动。台文版哦，即马确定要请台语的诗人温乐桥来翻哦，互读者买当用台语来看世界级的作品。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台湾作家由上主创作金陵翻译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摕到全球上重要文学奖之一国际布克奖。小说咧描述台湾日治时期2个女主角由台湾食好料的故事。着种消息出来，小说都袂甲欠货。出版社虽宣布要加印7万本，即马出版社嘛讲要推出台文版。佮邀请甲赖总统做伙读台语诗的日会闪示作者台语诗人温玉桥来翻译。比起翻译做英文版，是互读者能理解，伊较像是一款文化上的一个回去迄个时代的这款意义。台文版伊则讲，翻做台文版，毋若是语言转换尔，更加是属于文化上的意义。出版社讲，推出台文版是侪人期待足久的成果。安那选择温玉桥做译者，毋若是因为女性身份通表达小说的诱路，女性甲女性之间的配合情谊，伫温玉桥起译了后，嘛得到台湾前辈的肯定。暗藏很细腻的百合情谊，所以我们当初在找译者的时候就觉得。若能有另外一位年轻女性来诠释，那就可能会激发很不错的火花。台文书在市场上可能是困难，可是它其实必须要慢慢累积，就是不做其实就没有。出版社讲，虽然台文版的成本较高，起草也阁无定到，不过伫台湾总是期待读者会当用家己的语言来读世界级的作品。
记者郭金勇、志光台北报道。由上主的台湾漫游录内底是有写到中部的食物麻印，最近嘛当到时，麻印拢会加番薯做伙煮哦，食起来是咕溜咕溜，佮有淡薄口感，是真有古早味。人客一个接一个来，拢是要来杯一碗麻芛汤。但年5月到8月是麻芛大出的时阵，加入番薯、鱼脯等等的配料，食起来咕溜咕溜，佮有淡薄口感。这味中部人特有、时间限定的点心，嘛伫小连续得到国际文学奖肯定的台湾漫游录这本册出现过，是袂少人介意的古早味。这麻芛食得最深刻袂歹，古早味的啊，算少啊。是12开始做就来买。我足侪看这本册的朋友啊，四界走找讲这本册内底写的迄台湾传统的小食，其中这麻芛就是即马当着时的热天的时阵食了上退火。卖麻芛汤的店头讲，处理麻芛真够工，就爱一叶一叶甲叶洗过，然后甲麻芛的苦味拿出来，才落去煮汤。即阵已经愈来愈少人咧卖咯。这哦，煮这爱劲啦，工真济啦，这互咱一摆就经点外钟安尼，啊，足够工啊，真无用啊。这有个少年就无爱做这行业，趁少钱啊，工真济。过去台湾伫日本时代种真侪黄麻，要摕来做麻布袋啊、加麻酥啊，农民都甲用无着麻的叶啊摕来煮汤，嘛因为是取幼叶，所以就号做麻芛。这两字是安尼，麻芛，这个芛吼，就是迄种咱的树啊啦，也是所谓植物吼，伊上游的迄个发起来迄个芽，所以麻芛伫个遮，这个芛吼有幼叶的意思，啊嘛有迄个发芽迄个芽的意思。过去的麻产业发展出台湾特有的食食麻芛汤，嘛因为煮麻芛汤真够工，做的人愈来愈少。即阵因为台湾漫游录这本册，互这味古早味搁再引起讨论，嘛互大家重新熟悉台湾在地的食食文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宝贝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8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